Consultation Day 更加專注於提供個別嘅入學諮詢同埋具體嘅入學資訊，考生可以喺改 Jupas Choice 嘅 deadline 之前，更加全面咁樣規劃自己嘅學習路徑。以我自己嚟講啦，我就會以課程收生中位數為主啦。咁排 Band A1 呢，我就會進取啲，我會揀啲科目呢係我自己 predicted grade 低過往課程收生中位數2至3分嘅科目啦。咁排 Band A2 呢，我就會穩陣啲啦，我會揀啲距離我自己 predicted grade 同埋過往收生中位數科目1分左右嘅科目啦。咁排 Band A3 呢，我就會再穩陣啲啦，我就會揀啲係我自己 predicted grade 高過往課程收生中位數嘅 program。城大喺2025年成功蟬聯咗 THE 全球最國際化大學，並繼續以創新邁向未來。喺課程方面呢，最吸引嘅一定係佢嘅旗艦課程啦。城大而家總共有9個旗艦課程，並設有優厚嘅獎學金，俾入讀嘅同學可以去國際嘅頂尖院校進行交流，例如牛津大學啦、劍橋大學啦，抑或哈佛大學等等，俾同學培養佢嘅國際視野。順便講埋啊，我哋城大嘅時光隧道啱啱翻新好啦，兩邊嘅 LED screen 望落去真係好有科技感㗎。5月17號等你嚟打卡。